继续留在高雄，把你未完成的事情好好完成。我当选总统之后，我一定不会像民进党一样小里小气的，我会大力的支持你，让你的梦想成真。韩市长讲的这段话，我可以说，韩市长，您非常认真，希望把高雄市好好的办好，继续留在高雄，把你未完成的事情好好完成。我当选总统之后，我一定不会像民进党一样小里小气的，我会大力的支持你，让你的梦想成真，让高雄的市民觉得，哎呀，终于我们会培养出一个好的未来的领导人。相对的，我也特别跟刚刚蔡总统特别提到了，那就是在选举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制造一些恐慌和戴帽子。严格的讲起来，蔡总统刚刚最后这段话非常重要，那就是两岸的问题，他所说的这些4点的非常重要，他的看法。我在这个地方也要向各位乡亲特别表达，处于在这边郑重的宣誓，我只做一任，在我这一任，我将拨乱反正，未来这4年，独立和统一都不可能。但是宋楚瑜捍卫中华民国主权，坚持维护台湾自由民主的决心绝不改变，只求台湾胜，中华民国赢。只做一任，拨乱反正；只做一任，拨乱反正；只做一任，拨乱反正。因为很重要，所以要讲3遍。你们的贡献，你们自认为是一个好的公务员的荣誉感要找回来。宋楚瑜说到做到。第3，我会任命立法院能够同意的人来担任行政院长。总统依照现在的宪法修改之后，可以自由的任命行政院长，但是我向大家保证，总统的权利是要倾听民意，要得到民意有基础的人来当行政院长。宋楚瑜也说到做到。第4，我会尊重民意，我会尊重立法院。我当选之后，每年一定会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，直接听取各个政党的提问，听他们的意见，找回台湾民主的价值，做一个向人民负责的国家领导人。